可能即馬駕照賽車攏會把這累犯的相片打出來，所以人發現講呢，這個月初八所公布的累犯名單，台南市政府放的相片呢，有一個查甫人的背景，敢若是用 AI 做出來的。市政府回應講呢，看出來相片會去做起背景化，面對民眾質疑未來會做好閣較周至。去年底在台南有一個查甫人駕照賽車，啟動着當地作業的民間變速車的隨車人員，造成對方不幸死亡。駕照賽車一直發生，政府命令10年來第2擺駕毒也是駕照賽車的人，也是舊車的累犯，攏會公布相片含違規的情節。但台南市政府在5月初8公布的駕照賽車的累犯的相片內面，雖然發現一個累犯的背景相片疑似是 AI 生成的。公務人員他的公文書是不能夠有假造的一個情況。那你現在在一個真的人後面放了一個假的背景，這由 AI 產生的背景，這樣子要如何讓人相信？今朝看這張相片，這查甫人的背景是檳榔大，但是放咱山的所在放的煞是美金，而且嘛看不清楚。單位含定看到的檳榔大看起來是差真濟。江民總認為講，政府公布的資料等於是公文，無應該假造，質疑市府帶頭違法。交通局依法將酒駕累犯當事人的照片以去背景化方式進行公布，後續將審慎嚴謹處理作業方式以及進行資料審查與圖檔的處理。面對質疑，市府澄清講，伊是去背景化，不是使用假相片。真正假扮相贏啦吼，敢是無代誌做吼，所以我感覺講，我們應該就讓事情單純化，幹嘛畫蛇添足，讓畫面更複雜化啦，會引起人家有壞的想法。可以不用特別去合成，因為反而就是會混淆民眾的視聽。民代和民眾攏認為講，相片應該用上原始的狀態來呈現，避免爭議。市府講以後會用更較嚴謹的態度來處理。初10下晡點入去台南市公告的駕照賽車累犯的名單，有爭議的公告名單已經提落來啊。記者綜合報道。